什么都听你的，博雅。不要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博雅！小新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博雅，你醒醒啊，博雅！博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被车撞了。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们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。有什么消息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何天熙的呢？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，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苏妍希，妍希啊！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想问问看。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说吧，
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就会有人喧宾夺主了。贺锦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元熙，不能让他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贺锦熙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溪，走吧，要去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博雅。好。走。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……哦，那个没有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他伤得很重，脑部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害，可能要长时间昏迷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了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傅博雅的事儿？我好多了，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
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也是个意外。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南宫琉璃吧？是啊，没想到傅博雅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。我也没有想到傅博雅会那么爱他。看来这个傅博雅对你很重要啊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一直都想报答他，可是现在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对不对？而且更要珍惜身边的人，比如我。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能动心。贺琪琪要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休息吧。小姐，能请你喝个酒吗？这就是男人，只要长得漂亮，就没有不动心的男人。凭我现在这张脸，再加上你的手段，蒲西城，你还跑得掉吗？博雅，博雅，你醒醒啊！伤成这样，你疼不疼？我说话你也不理我，你再不行我就生气了。博雅。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这个城市吗？我们一起走啊！你醒醒啊！